酒色财气是古代中国文化中对人类主要欲望的概括，分别代表酒、酒色、色、情色、财、财富和气、权力。这4种欲望被认为是人们最容易陷入的陷阱，影响个人的品德、家庭和社会。以下是对这4种欲望的详细探讨。酒，诱惑与影响。酒，自古以来是人们社交和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适量的酒精能够放松心情，促进交往，但过度饮酒却会带来健康上的严重问题。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肝脏疾病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可能引发癌症。酒精还会影响人的判断力，导致行为失控，增加交通事故和暴力行为的风险。除了对健康的影响，酒精的过度依赖还会对家庭和工作生活造成负面影响。酒精的诱惑容易使人忽略责任，影响工作效率，甚至损害家庭关系。古人有言：酒肉朋友，实非真有。这提醒我们，在享受酒精的同时，应警惕其潜在的危害，不让它损害真正的友情和品德。色，情色的挑战。色及情色，涉及到感情和性需求。健康的情感和性关系能够带来满足和幸福，但过度沉迷于情色会引发道德和家庭问题。过度的情感依赖或婚外情可能损害个人品德，破坏家庭和谐，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。古人强调对情色的节制，认为只有在保持道德底线的前提下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情感满足。情感中的自律和理智，能够维持家庭和谐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。过度沉迷于情色会使人迷失自我，甚至影响工作和生活。财富的诱惑。财指的是金钱和财富，财富能够提供物质保障和生活舒适，然而，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则可能引发贪婪和焦虑。过度贪图金钱，容易使人放弃道德底线，甚至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获得金钱。这种贪婪会使人焦虑不安，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。财富的诱惑在于它能够使人忽视更重要的价值观，如诚实、尊重和公正。古人教导我们，应该在追求财富的同时，保持品德和正直，理智地管理财富，避免贪婪，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气，权力的诱惑。气指的是权力和地位。权力能够带来尊重和影响力，但也容易滋生骄傲和专横。拥有权力的人若忽视道德，可能会滥用权力，对他人造成伤害，甚至破坏公平和正义。权力的诱惑在于它能够让人迷失自我，变得目中无人。古人认为，管理权力需要智慧和谦逊。拥有权力的人应该保持公平公正，不滥用权力，维护他人的权利。这样才能避免权力腐蚀自身的道德，实现真正的领导力和影响力。总结：
酒色财气作为古代文化中的4大欲望，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诱惑和挑战。它们对个人和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这些欲望如果失去控制，会导致品德的丧失和生活的混乱。面对这些诱惑，我们需要保持警觉，培养自制力和理智，平衡欲望与品德。古人的智慧在当今社会中依然具有指导意义，帮助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保持真正的满足和价值观。透过对酒色财气的反思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管理这些欲望，实现人生的和谐与平衡。